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旧历7月，人讲鬼门开。实在讲，台湾话内底原来有真侪甲鬼有牵连的话语，不过这吼，唔是正讲咧讲鬼啦，这咧讲人啦。来，国情几几句啊，含你互相来探讨一下。头一句，咱来讲假鬼假怪，这台湾话。原来有人讲假鬼假怪，另外嘛有人讲叫做变鬼变怪，啊，这拢共款，这拢人变出来，这毋是真正鬼啦，是讲人安尼伫咧激，伫咧变青，伫咧激出迄款的形象。毋则搁另外一句话，讲做地小鬼仔壳，就是讲地一个假面躯，但社会伫咧对待人，变鬼变怪足济啦。这毋是咧讲鬼哦，诚实就是咧讲人，你有发觉咯？过来，咱来讲第二句，这句就是咧形容迄款吼。立场变来变去的人，这句话原来真接听。尤其大间公司内底，常在有迄个双面刀鬼，就是讲，当你讲一款话，当对方另外一边佫讲无共款话，这人过去看布袋戏，黄俊良内底咧做，讲这毋是黑道的，啊嘛毋是白道的，毋是黑的，讲毋是白的，无啥物道，煞毋知影讲黑甲白蓝做伙，这讲做普道的啦。啊，普道咱佫另外一句台湾话哦，讲做半间中，这句半。台湾话内底吼有几落种讲法，你像讲吼，拉轮啊烧，就是讲做半烧冷；啊，另外有一句讲做半炎阳；啊，这句半间中，咱知影，这就是讲对中的原来讲一款话，对间的迄边佫激另外一款面。毋过咱甲想一个真好朋友，敢有迄个半间中？半间中就是奸的啦，有影啦。国情安尼讲有影咧，半间中这正奸时，毋才做半间中，所以。社会确实有一款人，毋是无，讲做双面刀鬼。当然有人闹煽动，另外有人耳空轻咯。毋则还佫一句话，原来毋是咧讲鬼，这原来咧讲人，讲人牵毋行，人牵毋行，啊若鬼来牵吼，哭走啦。这个鬼毋是真正妖魔鬼怪的鬼哦，国情啊特别再三伫咧强调，这原来咧形容迄个歹心肝的人哦。人咧牵唔行啦，你边啊吼，人安尼甲你夹耳啊，你就耳空轻。迄个用无做假，用心计较要甲你设计的人，一个甲你怪落尔，鬼牵哭走，这个人有毋是无？毋则讲过去俗语，搁另外一句，讲红灯四桥唔行，大屁仔紧对人走。对，这就是讲传统社会，查某囡仔好好要来甲伊带。好好要来甲伊讲条件，要甲伊迎接入门，这伊毋好，甘愿打屁仔筋对人走。当然，人生的路拢家己拣的。你若要打屁仔筋，要对人走，你毋好好啊坐红灯四桥去的。你原来就爱自作自端，家己接纳家己的结果。毋则讲人牵毋行，鬼牵哭走。命运有当中啊，毋是天安排，命运拢是家己选择的啦。毋则讲做人一定爱真忠义，心肝木车甲木器，这站上要紧。